我喺鐵路列車維修工作超過咗30年，亦都好長嘅時間其實喺東鐵裏邊工作啦，所以呢個項目其實係好有意義嘅。我哋喺紅磡呢個展覽嘅地方咧，分別咧展覽咗我哋退咗役嘅56號柴油機車啦、東鐵線嘅黃頭同埋中期翻新列車，即係烏蠅頭。咁呢3架列車都服務咗我哋一段好長嘅時間啦。喺56號柴油機車咧，由沙田貨場調翻去河東樓，等我哋可以做詳細嘅檢查同埋復修工作，睇下有冇啲損蝕啦、生鏽嘅地方。因為佢喺戶外嘅工作啦，所以佢有一定嘅損耗啦。我哋用咗好多心機，將佢嘅情況逐一記錄咗，去對翻佢嘅顏色。總共用咗2個月嘅時間。黃頭退役嘅時間比較長，所以佢嘅翻新工作咧亦都要比較多。我哋特別咧就將佢嘅轉向架同埋車輪都更換咗，就再裝翻新嘅照明同埋空調系統。到烏蠅頭嘅話咧，佢因為佢啱啱先退役啦，亦都要加翻呢個照明系統同埋空調。響2021年，我哋就諗咗一個退役列車保存計劃。咁我哋同20多個唔同嘅機構啦，捐出咗超過500件零件，亦都咧我哋將車卡咧亦都去捐咗俾學校。咁零件亦都會作為一個休憩嘅設施啦，鐵路教室等等。喺整個列車復修工作裏邊咧，我哋大概用咗1年半嘅時間，有唔同部門嘅同事一齊參與。其實我都好多謝我哋嘅同事，佢哋都其實係陪住東鐵一齊去成長，佢哋都分享咗好多唔同嘅故事啦，同埋佢哋覺得東鐵比較特色嘅地方，譬如車廂裏邊原來早期係有廁所啦、行李卡啦、有煙灰缸等等，勾起咗我哋好多嘅珍貴嘅回憶。整個復修工作最大嘅挑戰，機車嚟講係要配翻原裝嘅顏色。黃頭同埋烏蠅頭要揾翻啲退役嘅零件，最後我哋要確保列車要安全運送到去紅磡車站，一次過將3架退役嘅列車擺喺度，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珍貴嘅回憶。